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，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，讲出国，说出国，讲到出国，咱一句话讲叫做过咸水的。这过咸水的，就是讲外国进口来，咱嘛讲叫做过咸水。啊，若无，咱去出国去到外国读册，嘛共款讲叫做过咸水。啊，实在这句话吼，伊就毋是字幕表面意思伫咧解说咯。因为永早会讲过咸水，咸水就是海啊。坐船毋则讲过咸水，但即马时代变迁，出国真侪拢坐飞机，毋过即句过咸水又原留落来。啊，台语内底有真侪哦，拢毋是字句表面的意思。咱若要了解即句话真实的内涵，咱就要去想讲，这毋是即句话表面咧讲即几字尔，国情讲一个过程，互你来参考。一工我去阮朋友遐坐啦，看到伊咧泡茶，啊好朋友知己的，我就出嘴甲开啊。我讲好，啊你这茶吼，别人来你就泡迄个1斤3万的呢。结果吼，我看你啉即个茶请我，那像吼拢茶机啦，这1斤毋300的。你大细汉差遮济，即句大细汉差遮济，嘛毋是表面意思的解说哦。若讲恁兜的囡仔甲别人囡仔身悬落甲下有前差，你就爱讲落甲下差遮济，因为大细汉差遮济即句话，已经单纯就是咧讲吼，哦，你看我较无，看伊较有，分大细汉。毋是字幕表明的，讲身悬大细汉即个意思哦。阮朋友因为甲我知己，所以有人甲我应，因安怎呢？伊讲大国情啊，我迄个3万的吼是兄弟万、兄弟万、天地嘛万。你吼毋通安尼，连我都甲我欺负落去，连我都甲我亏惨落，你真正惊毋知咯？伊甲我应即句，这原来台语内底，毋是用字幕表面解说。咱即摆咧讲惊毋知咯，是讲看无方向，毋知影讲。到底代志安怎样发展？若讲真正有诶，咱会烦恼讲吼，伫外口面，因为厝里诶人无去带吼，惊甲碰见，即摆是较少咧讲惊毋知咯。咱会直接讲即个爸啊都惊甲碰见去。啊，即句惊毋知咯，都毋是包，是真正咧讲吼，袂晓判断代志诶方向。啊，讲到遮，我过来讲我另外一个朋友，即个朋友吼是社区诶药师啊，是读药学系诶啦。一工来甲我问，伊原来有加减咧教国情啊，研究台语啦。伊讲国情兄，我咧想吼，较早阮老爸拢咧讲一句话，讲台湾人吼放尿超沙袂做堆啦。啊，我认真甲想，因为我读药学的嘛，我想讲吼，世界各国无论倒一国，迄人放尿超做堆啊。那超沙会做堆毋对，就足黏的吼。我才甲讲。阿斌啊，我即个朋友是阿斌啊。我讲你毋通误会啦，即句放尿超沙袂做堆，嘛毋是表面上的意思啦。即咧讲啥？讲人咧口说台湾人讲做人吼，袂团结袂合好啦。吼，就是安尼哦，无怪人讲吼，放尿超沙袂做堆，袂当直接理解哦。确实就是安尼。真侪台湾人即马吼，拢毋是看表面的意思啊，国情吼讲出来，互大家做参考。